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好，大家注意好，苗栗是一只好料好高的所在，咪就系阿群妹我嘅故乡。冇错，大家上到苗栗，第2年嘅时间做得现来就会到喏。比如讲唱动有名嘅呀，生鲜茶头有冇？大家就动这批啊，一到呀2年的时间啦，全部就会人家人家讲人山人海，就是在讲我们的圣心车站呀，在铺分后呀，在观光的所在，韩国呀3年呀在所在啊，唔但抢有呀生鲜茶头做得来了，其实呀周边呐也还没天天呢有动到产业啊、农业啊，韩国有动到观光啊，也还民宿部分，动到观光的部分就渐渐的啲嘅发展起来了。故说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小介一间老店，吼，已经传承的到呀第3代暗创暗旧的时间了。故说节目地度也下就来邀请到呀生鲜客店，到呀下好已经传承到第3代嘅头家同后生哦，细细来分享今日邀请到的来宾来分享，人好分享。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宁豪。好，分享我们帅气的人好来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刚刚我讲到嘅呀圣心客栈，没有人讲呀生鲜客栈，还生鲜客店，其实到现在已经经营到第3代耶。对，今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啲头摆啊，也在生鲜客栈，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佢嘅故事好冇？其实从1969年，我奶奶在3义开立了第一家餐厅，那时候叫星光餐厅。那从星光餐厅开始，其实就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传统的口味保留下来。传统的客家的口味。嘿，星光餐厅快传堂20几年了。20几年了之后，从我爸妈开始接手，他们就开始在思考一些客家文化产业的可能性。古时候对伢爸爸开始就想要来研究阿婆这种时嘅味道，韩国爱留客家文化结合做腔下，再个留去研究，韩国推广出去。对，所以就变成了圣心客栈。所以他们结合地方特色，然后再结合品牌，所以才会正式更名叫圣心客栈。古时候还有这个星光餐厅，再更名成圣心客栈。然后借由圣心客栈，再加入一些3义的特色，那同时也开发了3层本铺这个伴手礼的品牌。古时候呀，3层本铺其实是这个圣心客栈的附属的品牌，那它就是推广伴手礼的部分。对。我们客栈里面客栈底度就会吃饭传汤。对，不过还有另外一家，就是3层本铺，就是专门就是有很多伴手礼都在本台周边商品。周边商品的一个概念。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在起步的时候，也是应邀到很多各大百货公司，还有各大民俗技艺团，那去参加就是应邀参加跑场外场的活动。不是你爸爸当时就开始在外面跑场外场的那种做宣传，以及类似像是市集的那种活动了。对，就是在推广我们3义的客家文化这样，所以才有今天小有名气的圣心客栈。所以到现在圣心客栈到现在你是第3代了，第3代。古时候两个品牌的名也是非常的特别，第3代就叫做3代堂。3代堂同大家来分享一下，3代堂又同头摆的这个生鲜客栈还有3层本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3代堂我们希望结合圣心客栈的餐。还有3层本铺的伴手礼，对，然后再融入我们3义很特别的人文艺术，所以让原本就有的客家温度。从亚太看到的相片就是3代堂里面的照片。所以其实你们所谓的客家的温度，你想要保留以及创新的客家的理念大概是什么？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吗？我想要结合人文艺术，让原本就有诚实的客家温度多了一份人文气息，然后借由提升我们品牌的价值。对，古时候其实都亚哈生鲜客栈还是存在着，跟3代堂以及3层本铺，大家都还是存在着。现在就是把这2个品牌做一个整合，那之后就只会看到一个叫3代堂。
古时候也还听听的这个转型了，年秀阿婆跟米西有没有？从第1代到第2代的这个圣心客栈以及山城本部，到现在第3代的3代堂。三胎堂，古时候我们同大家来介绍一下，叫做3代堂，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取名字呢？其实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3代就本身就代表传承的意思。堂就是客家人凝聚的精神，所以才会有这个3代堂。原来是安呢，古时候其实吼，经过要按从研究，做在讲呀3胎的时间呢，还爱一直坚持爱用头白的米西，但是你同时的还要创新。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3胎堂提度没有这个餐厅的部分，有非常非常精致的客家料理，韩国没还坚持头白的后米西了，同大家来分享传统上的有哪一些的菜肴。传统上我们比较具代表性的就是小丰，客家小丰，客家小丰，嘿，头摆太家讲嘅凤蓉嘛，嘿，凤蓉，哦，以前以前在很之前的话，我们都叫大丰，那大丰以现在的时代背景来讲的话，大丰人家吃不完。所以就太坤嘞，然后又太油腻了，因为大丰就是一胎得牛，韩国上面那个油非常非常的厚。以现在大家比较讲求健康的话，其实可能已经吃不落这么多这么大份的肉。对，以前人要吃比较咸跟比较油，是因为要做工。对。那现在就是工商社会。对，以前是农业社会，要耕田，然后流很多汗，要补充很多的电解质跟盐分。古时候保留头白的米西，我们只是把它从大的做成变小的小块的。对，现在人吃巧，吃的巧，要吃的精，对不对？要吃的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我们的小丰都是先炸过。这么该会先破锅，因为过油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让它有其他的口感？小丰就是3层肉，那3层肉它本身中间那一层油脂啊，对，没有炸过的话，吃起来太油腻。我有一些人那个，古时候亚哈泰家的相片都很看到的这个客家小丰，有看到懂响音哦，几多 no boy 到底度看起来颜色都非常的一致，这是不是因为煮的时间有懂重？除了煮的时间需要之外，我们还加入了红曲。汉家呀，走马这个红曲的部分。对，那红曲加上去的话，第一个它比较养生，第二个它颜色的话比较漂亮。对，古时候一开始阿婆就按你做嘅。一开始就有做呀这个红曲的这个丰肉，其实阿群们爱头吧，还真没看过呢，没有看过传统的是红曲的丰肉，有东家生豆呀丰肉的部分，不过没拿红曲来做结合。像客家菜，像这一道菜，我们整条街上面有好几间都有在做，可是当然每一间都有每一间的特色。对，那加入这个红曲，还有煮法是我们的特色，这样子。起家嘅特色就错嘅，不过唔单像除了呀传统的这个客家小丰之外，还有另外一道非常非常经典的，就是客家在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梅干扣肉。梅干扣肉，大家就是谈过吼，黑客家人、梅客人全部就有谈过这个梅干扣肉的部分。你要不卡嘅梅干扣肉有同配人呢？梅干扣肉有嘛该冇用？其实梅干扣肉它本身最特别的就是它里面那个梅干菜。我觉得梅干菜就代表着客家人，没错。从一开始新鲜的芥菜，对，到后来做的酸菜，菜，那吃不完之后再来做福菜，再做泡菜，福菜之后再晒干之后才变梅干菜。那我们家的梅干菜每个都是3年以上的梅干菜，3年哦， 3年以上的，哇，自然风干的梅干菜。韩国啲你没有你青岛人啲嘅做呀，这个咸菜呀、泡菜呀、咸菜干呀的哦。对，古时候呀做得讲好呀，泡菜干係你没有你的名产啦，古时候拿这个名产跟料理来做结合。对，听说3年以上这样好食咯。那放越久越好吃。放越久越好吃。放越久越好吃。古时候呀，就是雅布卡梅干扣肉的特色，除了呀有传统的料理以外呀，看到呀按后生嘅调教炒到也好，全部上了满意。家嘅後生人咧思考運用嘅老也傳統嘅料理來做結合，推出也新嘅創意料理。所以家嘅創意料理呀，有那條特色。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店裡的創意料理的部分。店裡的創意料理，像我們的紅麴蛋，紅麴蛋就是借用
我们之后所有创新的菜都是借用客家的元素，和黑二老客家的元素全部结合在一起。因为客家菜本身是我们的根啊，对，那我们的根是没办法丢掉的，那我们也要保持这个传统，借用它的元素来做像创新的料理。毕炯公像这个红曲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红曲蛋是怎么做的吗？红曲蛋我们蛋先煎半生熟，其实做法是很简单。蛋先煎半生熟之后，上面再主要是那个红曲酱。那红曲酱自己腌制的之后调过味，再淋在上面，跟着滑，就吃起来的口感有类似滑蛋的口感。对，觉得因为下呀，它跟后上面可能懂你都唔好吃那种煎的非常非常熟的蛋，就是蛋黄是硬粉的。其实大家都喜欢吃有一点点像酱的那种流体的蛋黄，对，吃起来非常的滑顺，所以你们就研发了这个红曲蛋。那也是非常下饭的一道菜。对，懂茶饭吼。除了红曲蛋之外，撒哈了还有没有创新的料理？还有一个那个风味焖苦瓜。风味焖苦瓜，风味焖苦瓜什么风味？来 hit 呀这个苦瓜呢？我们苦瓜是整条完整的白玉苦瓜，然后下去也是炸过，也要炸过。听说没有剖沟。炸过之后再用我们的黑豆豉，下去焖。对。那我们的黑豆豉不是做酱油剩下来的生料下去做的，都是第一道的黑豆豉。哇！那焖煮到整个连里面的，除了里面硬的籽不能吃之外，籽外面的皮都可以吃。连皮脓全部都可以吃，所以有时候很具我们客家代表性，就是勤俭持家。就呀，头丝的部分呀，头丝调味同客户呀客家人那传统以外，其实呀从头到尾全部就做到什么做的同客户呀客家人冇打送的呀就特色咯，而且休息一下，等下还有韩卡头三台同嘅特色，再個同大家來小記哦。好，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嚟紹介好啲呀3年當有名嘅呀新興客棧，家嘅延續下來新嘅品牌按到三台堂也係由於咧當後生嘅頭家人好，佢也係都來經營好。今日要來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家嘅傳統，韓國也地道有嘅東西，然後繼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家嘅店嘅地方，除咗有傳統嘅料理以外，其實還有同到創意嘅新嘅料理，還有乜嘅新嘅料理，就得同大家來紹介。有人呢鳥不踏飯，鳥不踏飯，我好像很久以前有聽過，但是我想不起來這是什麼。說了鳥不踏飯是什麼啊？其實鳥不踏飯，鳥不踏草，是用鳥不踏草下去炒的。鳥不踏草有客家嘅名嘅冇？大家都用嘅係唔刺蔥。對啦，就是刺蔥啦，鳥不踏飯，所以它是用刺蔥這種料理。因為刺蔥的俗名叫做鳥不踏草，因為它根莖葉上面都是刺，所以才會有這個。對，好，看起來好好吃的感覺，因為我記得刺蔥它是有一種很特殊的香味。對，很特殊的香味。那我們這一道菜拿來，我們發現把它拿來炒飯，那個味道也是一流，還有煎蛋。那炒飯、煎蛋都很棒。來炒飯、來煎蛋，太可惜了，今天竟然沒有帶給我吃。看到我後來是就會流出來，所以這個是鳥不踏飯，非常可愛的名字。而且刺蔥沒喺懂代表人哋客家人，因為其實它雖然很麻煩，我記得要煎夾個內非常非常的麻煩，它的很多次，但是我們還是要秉持着某一大餸的這種精神，要把它再拿來利用，拿來煎蛋或者是拿來炒飯。對。要處理前置作業，要處理這個鳥不踏草就不是很辛苦，對，不是很好的。不過還是為了客家人的精神。可是其實這道菜鳥不踏飯，它鳥不踏草是很養生的。對，應該也很受歡迎。對，也非常受歡迎。對，除了這個鳥不踏飯之外，還有其他哪一些？還有一個鹹蛋南瓜酥。鹹蛋南瓜酥感覺有點衝突哎。其實我們客家人用鹹蛋用的很多，像我們的鹹蛋苦瓜。因為做得不用久，可以保存。對，可以保存。那鹹蛋南瓜酥，我們的南瓜是用栗子的南瓜，栗子南瓜。哦，栗子南瓜。然後再炸過之後再拌炒鹹蛋，甜甜粉粉的那種口感。很多的客人來我們店裡吃到，以為是地瓜，結果其實是南瓜，是南瓜，黑番瓜做誒。黑番瓜。
对，真的是每一道创新料理，全部就如同客家跟食材来做结合，客家的精神以及食材来做结合。我想这也是三泡一堂红轻松优的一个理念，就在里面。对，除了这个以外，唔但枪有也好吃的料理哦。三代堂里面没有懂得这个伴手礼，而且没很研究的呀，客家跟后米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有非常多种类的酱菜。中寡类的东西，比讲讲来介绍一下有哪一些种类。像我们酱菜类的话，现在目前有七个种类。除了客家人很招牌的豆腐乳之外，豆腐乳我们就有2种口味。豆腐乳就2种。2种。然后再来就是豆瓣酱。还有最招牌的橘子酱。吉类酱。还有黑豆丝。就是来焖苦瓜的黑豆丝。对，刚刚有说嘛，不是做酱油剩下来的哦。对，是第一道。对，第一道跟做酱油剩下来的，就是酱油你已经被萃取掉一部分了，对，要黑保留给完整最原始的味道。它吃起来，如果用酱油用剩的话，它吃起来的口味就不是这么甘甜。因为我们这都是有入菜。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保留给青年本的米西，所以要用第一道的挑丝。对，好，除了挑丝以外，啥好了还有嘛该？还有辣丁香，配合现在人吃辣的口味，有辣丁香跟蒜蓉辣椒。辣丁香跟蒜蓉辣椒，古时候太敢看哦，唔但唱有种传统的客家口味，没有懂到哈福亚哈宁好吃的各种口味有没有？全部都推出了很多酱菜伴手礼，都在本台给带转去。刚刚任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像豆腐乳就有2种的口味，为什么豆腐乳要做2种的口味？到底是哪2种特别的口味呢？我们一种是做微辣，一点点的辣。微辣是这一个嘛？对不对？看起来感觉本单跟豆腐乳本身是比较白的，然后上面有一点点微微的辣椒。那我们豆腐乳都纯手工做的。纯手工的豆腐乳怎么做？这个从太家来分享一下嘛。因为它豆腐乳它做工其实时间要拉很长，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发酵类的食品。那在腌制的时候那个比例都要调配得很好，不然它会太咸。也是阿婆给后面是同吗？阿克莫雅呀哈，吃了以后呢就知道非常浓郁的那个豆腐乳的香味，全部就敢做一肚烘。像我们店里有一道名菜叫腐乳炒高丽。你用这个炒高丽菜？就用这个炒高丽菜。哇，好奢华的感觉哦！它味道也是在外面没有吃不到的。对，董兄，古手鸭是这是有一点点辣味口味的豆腐，一点点辣味口味。除了这个辣味豆腐乳，你拿来炒青菜之外，你还做得推荐各位乡亲朋友，豆腐乳带转衣服卡做得用的来吃。豆腐乳带回去之后，还可以拿来当蘸酱，配馒头啊，保味馒头，哇，保味稀饭还可以拿来沾那个羊肉卤火锅料。哦，错，头摆你唔晓得按呢用亚哈人太家式的羊肉炉全部都拿来做，用这个豆腐来做基底的酱料，加一些的豆油啊，要是什么砂糖还是醋啊，其实条啊给米西冻后，变成那个味道非常浓郁的酱料。像我们豆腐都是采用自然发酵，跟外面。现在其实做很多豆腐是用化学的发酵，那个发酵了出来的口感跟口味就不太一样。因为后色类东西，听说要经过固定的时间，要时间，对，要去时间让它慢慢的发酵以及沉淀，才会有这么香的味道。对，韩国糖讲，那我一只口味的豆腐乳啊，基本上阿 Q 妹做的食到做可以说是幸运哦。为什么？因为笨蛋可能阿 Q 妹基本上还生唔到的。是好不容易留下一点点，我今天才有机会吃到。这是什么口味的豆腐？这个是梨香。梨香，你是水梨的梨还是凤梨的梨？凤梨的梨。凤梨来做豆腐乳。我们用凤梨跟生米，对，来做它天然的发酵剂。为什么会用凤梨跟米来做发酵呢？因为里面都有带那个菌啊，都有带那个。因为凤梨有酵素。就把它当做天然的发酵剂去软化这个豆腐。所以它的时间要更长，比辣味的还要更长，比辣味的还要更长，而且它好甜，好好吃哦，吃起来就会带一点淡淡的那个凤梨的甜呐，真的好香甜，同刚哈拉面这个豆腐乳是完全没有用的口感，对，它是一样，两个都非常非常的浓郁，因为豆腐乳它的特色就是它有那种很浓郁的豆腐的香味。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在嘴巴后连给片，就有懂甜懂香的米西，而且真的吃得到微微的凤梨的味道哎。其实那个豆腐又号称我们东方乳酪哦，东方的气势，东方人的气势，对，东方人的气势。其实吃豆腐乳是很健康的，吃豆腐乳是很健康的。那这个用完它有剩下来的凤梨跟米，对，还有它的汤汁都不用浪费，这个可以入汤去提味，也可以入菜，也可以炒空心菜，也可以炒肉，不要浪费，也不要浪费，因为都唔得打手，除了瓶子不能吃，其他都可以吃，全部就含做得留得用就错诶。韩国唔难像安尼哦，刚刚有讲到哦，含有一张动有客家特色的酱料，就系鸡胗。鸡胗。也不卡给鸡胗，有同平年的鸡胗有嘛？该冇用。我们有加一点点的辣椒去提味。还有看到，其实呀，鸡胗蛋糕啊，有看到一丝丝的这个红红的辣椒。然后我们是莲子一起在里面。莲子一起不会苦吗？它吃起来有一点点苦苦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它最自然的味道，这是它最自然的味道。真的耶！而且其实所有的营养成分啊，皮跟籽是最多的。又这么的大宋，然后又非常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其实里面很真材实料。这么跟俺们按你讲，你刚刚跨越按你拉稀啊，其实里面是看到一点点橘子的那个纤维的，对，积累跟香味，所以其实表示它非常的浓，而且非常真材实料，对不对？哇，整体黑洞后生，韩国其实。地中亚它有懂已经发展出新的吃法，仁豪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鸡酱有什么创新或者是更不一样的吃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吗？像我们在店里在用鸡子酱，我们都拿来沾兔给，对，给盘嘛，给盘就最适合的，我们家的豆瓣酱跟鸡子酱最适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叫鸡酱豆腐。鸡酱豆腐，鸡酱豆腐，就是用鸡子酱，豆腐也是先稍微的炸过，稍微的让外面有一点点酥酥的，对，底下铺豆芽菜，上面再淋调味好的鸡子酱，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搭配沙拉一起用。杭州的拿来做沙拉，因为有一些的酸酸跟米稀，其实酸味就是跟生菜沙拉非常的搭配。像我之前有做过一道菜是直接。鸡酱油醋酱，鸡酱跟油醋酱直接来做结合，就有一点像橙汁油醋酱的感觉。鸡酱加糖，再加一点橄榄油，再加一点油醋，混合了之后再把它撒在沙拉上面，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哇，真紧糖起来就吃到懂好食又懂空间又有客家嘅口味哦。故所其實三推同含有懂到產品，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喲。好，各位觀眾朋友，分享大家有陣到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3樣好食嘅東西哦，係有呀仁豪同鹽豆嘅後生人來經營呢呀三推同傳統，會同大家來分享哦。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嘅當到好食嘅料理，還有伴手禮啊，就醬菜以外呀，其實還有當傳統嘅客家美食，會同大家來分享哦，對不對？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傳統的這些客家米食是你們店裡面有在賣的？糍粑是像是那個愛溫飯條粉的，對，那一種的糍粑，這是最傳統的。對，那借由最傳統的再延伸出來其他的口味。哦，先來講一下呀，清傳統的，其實我像看到你們上面的那個花生粉的那個花生的顆粒，其實沒有磨得非常非常的細。花生粉的顆粒不能磨得太細。對，不然它麻糬它本身口感比較看軟。再搭配花生粉，不要磨太細的口感，有一點點脆脆的口感。韓國嘅這香味會更清楚，對不對？它的香味會更明顯。然後其實還有加一點點芝麻，有一絲絲的麻，這個無麻的部分，讓它很較香。還有其實在外面啊，一般人看到的呀糍粑，可能會看到呀飯條粉會搭上非常非常多的糖，但其實。我現在看你們的這個糍粑，其實我沒有什麼看到糖哎。我們糖本來就是混合在裡面，所以同黑老糍粑一起打。可是我們甜度只有做30%，甜度只有外面的30%，就是微糖。微糖，我們都是做微糖。哦，一滴滴的甜。
就好。因为麻糬为什么要做很甜？是因为糖是天然的防腐剂。那我们麻糬保存期限都只有2天。鼓手强凉你听听，就是我们的不用太久哦。麻糬还是要最新鲜最好吃。对，而清奇也当清好食，除了呀7、8以外，还有哪一些客家米食？凤条板。凤条板就是这一个。对，这也是我们的招牌。也是招牌。那我们用的是万丹那个双 A 的红豆。双 A 是什么意思？双 A 等级的红豆，它要分好几个等级。那我们在焖煮。它这里面全部都是一咬下去就会豆沙的感觉，所以还吃到红豆的颗粒，这个口感最好。而且并没有把红豆蒸得太熟，它其实是稍微吃得到一点点红豆的口感，它不是整个都是泥的口感。没。吃到 QQ 的凤条板，因为你含做的吃到一粒一粒的凤条诶。对，那接下来这个绿色的呢？这个是抹茶。哦，好 Q 哦。我们在研究抹茶，我爸爸在研究这个抹茶的时候，试了100多种抹茶粉，最后还是用日本静冈县的抹茶粉，它吃起来不会苦，它只有香。其实，在台湾市面上大部分看到的抹茶粉应该是绿茶粉，它并不是真的是像日本的抹茶是有传统，是有师傅在那边调配每一种茶或者是配料的比例的抹茶。所以当初在研发这个口味的时候，其实我爸爸也很头痛，他也试了100多种。所以这是爸爸就已经研发的口味了。对，那时候其实奶奶一直传下来都是做一些比较传统的，因为他把保留传统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那创新跟研发米食这一块就是我爸爸。对，所以米食到现在我们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加软化剂，没有加色素，而且还做最低糖。那做到现在也30几年，而且还是有亚斗某简单的部分。刚刚仁豪有讲哦，亚的7、8这些米食类的东西，抢做的不用2年，所以它就是一定是限量供应的。对，你根本运来有给发黑雅幸运是你幸运，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真的你没有办法做多啊。所以我们很多客人到最后都是直接先打电话给我们订，早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早上8点就会包装，那先打电话跟我们订。哇，原来还有这个偷吃部有吗？你们节目当中同大家来讲，了解是上会来说到仁豪他们家3推同的后色的7、8，今后早上先打电话过去订一下，有没有？不然免得你下猪头有些时间给你卖太了，一定卖完了。对，除了这传统米食的部分，除了亚的拌的饮哦，是不是还有这个包馅的7、8？包馅的，因为包馅的这个概念呢，是从那个大福。日本的大福，那我们现在包馅有做有3种口味：红豆、芋头、地瓜。外面的皮就是传统的皮。地瓜口味。你看它舌头也就会地瓜口味，而且很奇妙，它里面的地瓜是像是蜜地瓜的味道。蜜地瓜，对不对？它不是一般像是外面做的那个，直接把番薯、把地瓜蒸熟的那种地瓜馅。没。做法蜜过的地瓜，所以这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最近从来忙着吃过按蜜地瓜口味的包馅的7、87、8，对，这是你们应该是你们家独家的吧？从来忙着吃过。对，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产品。对，除了的客家米食，麻糬很有趣，麻糬可以变化出很多不同种的口味。做很多的结合，做很多的结合。再跟大家讲一下，除了鸭柳芽，刚刚说过，是不是还有最经典的哈嘎跟捏板，也是你们家的产品？对，也是有，对不对？也是有，我们是用有机的艾草，所以每颗艾草板还看得到纤维。真也可以非常的传统，有没有？还有我们的哈嘎捏板，除了亚的米色以外呀，其实还有一些很符合现在人喜欢带伴手礼的这些心情吼。故说给亚的作为一点手工饼干，儿童太高了分享，有哪一些手工饼干？我们手工饼干现在有2种，一种就是姜饼，另外一种是海苔饼。很多老人家来我们店里吃到这个味道，他说这是他小时候的味道，是小时候的味道，因为这个费工又费时。像这个姜饼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说老人家年纪要有一点，真的哦，所以这是老人家的味道。你说非常古早味，费工是哪里费工？因为他每一颗都要用手去操作，他没办法用机器做。然后姜的来源的话，我们这边姜麻园的姜。
拍福给片的油马盐，那离我们这边3义也是很近。很近哦，好好吃哦。那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实啊。对，手工做的饼干跟机械做的还是差很多。古手鸭的手工饼干是真的是全手工做的，纯手工。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海苔饼的部分，海苔饼就有看过了。海苔饼就比较符合小朋友的口味。对，因为有马可能有一些辣。是大人成熟的口味，成熟的饼干的口味，然后海苔饼就是比较小朋友的口味。对。那除了呀饼干、手工饼干之外，其实今天也有带了这个果干的部分。果干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在研发，让它入菜。而且现在人家吃的比较轻食类的料理，都可以把我们的果干当做，就用法有点类似葡萄干的用法。葡萄干，因为像我们吃的很多西式的沙拉，它除了加酱之外，上面就会加一些，比如说蔓越莓干或者是葡萄干，所以你们自己用自己的口味的果干来加入自己的菜肴里面。对，毕竟讲那得有果干。像是相思果跟荆棘。相思果黑马该水果来做诶。头是桃子做的果干，做成相思果，那它也是一样可以入菜，所以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的这样子。那它本身入菜的话，搭配海鲜很适合哦，因为海鲜类要一点酸味才能提出它的鲜味。哇，所以果干其实没做在同菜用下哦。韩国那个一类果干是黄色的，黑吉嘞，葱吗？吉嘞。对，吉嘞的果干除了可以直接吃，还有你刚刚做沙拉，是不是还可以直接剪开去泡水？对，因为果干类的，橘子类的，它本身就止咳润喉化糖，对，把它剪对半，丢在保温瓶里面，像上班族这样比较方便，再冲热水。焖一下就可以喝了。哇，顾上来吃到nhà三推同嘅产品，除了有非常精致的客家传统料理，以及客家创新的料理，韩国有亚的客家以及结合现代口味的酱菜，还有接下来这些伴手礼，其实这类种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也很好奇，然后你这么年轻，因为想到讲做 Novu 卡来，发展本来家里的品牌，你当初愿意接班的理念跟你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一开始当初并没有想要回来，因为从小做到怕了。那时候刚退伍的时候有做过，有在外面工作过。那其实跳出去来看回来自己家里，发现自己家里其实它可以发展的可能性还很多。对。那我觉得客家文化不只是就这样子而已，它还有不同的方向可以去走。那像我们这次结合人文艺术，就是希望说把客家文化再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对，另一个层次。那其实回来的动机也很单纯，奶奶年纪也大了，爸妈我父母也慢慢的年长。其实现在大环境不如以前。那我更有体力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哇，拍拍手，爱heel上又爱显好不开这个年轻人，鼓手大家爱多多留意支持哦，欢迎大家有限的时间到3年了吼，去到也3推同情人好，去家不卡是好食的料理，带好食的伴手礼真不卡哦。今天谢谢人豪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速看休息一下，等下等你运动欣赏，共下来运动一下。